今仔日有真侪人到台中的武陵农场带糜过中秋，因为秋天的天气稳定，尾仔仔常常会当看到云海，加上波斯菊这种的菊花花长咧大开，是吸引到真侪游客上山来看美景。讲带糜是九城满，若这个农业区是中满。 另外一边，南投信义乡的东埔温泉区，顶个月做风台发生着土石流，连外道路断路，即摆路修理好啊，但是无游客入来。当地业者错过这届中秋连假的趁钱点，是真惋惜。光夜夜月光，伫咧分站是咧。波斯花海开一大片，就亲像一幅美丽风景画。 遮伫咧台中海拔2000公尺高的武陵农场，但是到秋天天气就会真秋晴，真侪民众拢会趁中秋连假来遮游山玩水。月亮是这10几年来最大的，然后有月亮云瀑，看了难忘。 车一台一台驶入来，国民宾馆含外围导营所在，中秋连假生意真高雅。中秋连假期间，我们露营区的宿营率已经达到了90%，那武陵宾馆的住房率几乎已经是客满。 农场真侪加拿大黄黄啊树开始会黄色，慢慢啊转变做红色，黄青色的白果树嘛开始真有秋天的气氛，和游客人来到这心情就放轻松。不过南投信义乡的东埔温泉区旅馆和民宿煞是空。中秋节连续3天的假日，大概1、2成而已。信义乡连外道路进前因为风台土石流断掉，乡长烦恼游客唔知影即马路已经修理好势，和旅宿业者减碳一摆中秋连假的旅游商机。信义乡的游客那少了将近3、4成，那对整个信义乡的观光产业也影响非常大。路况很顺啊，都很 OK 啊。乡长讲，所落来是赏梅花含赏樱花季节，天气转凉挺，洗温泉含食茶拢真舒适。希望双十连假，民众会当过来遮行行绕绕的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